test test。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吼！因为今仔日咱有邀请这个爱电喜乐合唱团，伊来跟咱做伙分享因真水的音乐。伫今仔日咱的聚会会小可演说，小可较慢开始啦吼。首先甲大家讲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甲咱头前后壁面的兄弟姊妹吼，咱互相甲伊请安，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来，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们。咱伫要开始吼，咱伫今仔日的聚会以前吼，牧师要邀请咱，我们一起同心来为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合唱的音乐晚会不是晚会啦，早上的这个音乐会哈，我们一起来为伊甸合唱团来做祝福的祷告。我们也一起在祷告当中感谢上帝保守我们在这个新春这个假期当中，大家都能够平安呐哈。那我们一起同声，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赐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新春的一个节期当中，我们一起在家庭的团聚，我们都能够得着平安与喜乐。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在今天早上伊甸合唱团，让他们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在他们当中的生命的喜悦。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在享受这个音乐会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平静安稳的心。透过你的话语，李弟兄的分享，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造就。恳求神赐给我们丰盛的智慧以及生命的祝福。透过他们的分享以及行动的分享，我们能够更多的关怀在我们身边当中有许多需要的人，也让我们能够一起从他们身上见证上帝的荣美。我们再次将今天早上的聚会全然恭敬仰望神，愿主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能够体会到神恩典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一起安静心，将我们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哈。那我们待会能够一起享受这个非常美好的音乐会。
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日真欢喜吼，喜乐合唱团会使来到阮吼台南的大桥教会呢，伫遮甲大家做伙来敬拜咱的主吼。那你看，阮拢是一群目睭无方便的人，总是因为目睭无看，可能伫生活当中有侪困难，但是因为淋巴主以后呢，上帝拍开阮心内目睭，互阮用心看即个世界。搁较看较一清，上帝大听甲稳定。今日阮的同员要借着诗歌，要借着见证来甲大家分享上帝听。希望说今日在座每一兄弟姊妹呢，伫过年当中，搁会使得为咱的天地，咱的阿爸爸伊边得到大稳定。阿门。阿门。好，开始，hello， 拍手。天哪，你。我想讲无声，好 ，OK， 这无看，感谢主。好来，那首先呢，阮先请阮每一个团员来自我介绍，好无？好，来，先为阮的男低音开始来，好，这同源道的，来。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足欢喜的，感谢主，有一个过年还未过吼，15正正拢是过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我是。即个喜乐合唱团的迄个团员，我叫石代珍，我伫内底是做男低音的部分。4年前才因为脑瘤的部分开刀，做了33摆的迄个放射治疗，就变安尼。毋过袂要紧，我半年就行出来啊。是安那遐尼紧？因为有主，因为淋巴主，所以讲今仔日就用即个满的喜乐。甲即个平安的心，希望大家拢伫遮吼，拢有感受到上帝恩典。希望以后煞来的一寡诗歌，甲一寡分享，拢会当互大家心内有感觉，心拢甲咱永远同在。感谢主。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伫喜乐合唱团，我唱南中下播吼，我的名叫林浩恩。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当中，与你们一起来享受在上帝的爱当中，让今天的爱能够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那我的眼睛呢是从小的时候就看不见了，所以也很少没有机会看过这个世界。但是上帝他打开了我心里面的眼睛，看到一切他所创造的美好。所以祝福大家在今天当中。在音乐会里面有一个美好的音乐飨宴，祝福大家，谢谢。大家平安。大家拢就是没有听到大家的那个拍掌的声音，所以不晓得有人在听。感谢主哈，我们这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哈。我是喜乐合唱团的第二男高音，我的名叫做徐成邦。大家拢叫我阿邦吼，祝福大家吼新年快乐。我是早产儿吼，那就是伫我出世的时阵吼，我的目睭就完全拢看无吼，伫咧保温箱吼，然后也感谢神吼，就是我出生的时候呢，就是喜乐合唱团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是在1985年吼。所以呢，我的年纪是跟喜乐合唱团是同年的。那感谢神，他的恩典呢，非常的奇妙哈，带领我，能够呢，在多年之后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团队，到许多教会来唱诗歌、服侍神。所以呢，但愿今天我们的诗歌分享呢，能够带给大家满足的喜乐。谢谢。可以分享我们的诗歌跟有那个故事我是伫咧出席了3个月，因为这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关系所以来看无。
因为看无时间收早，所以伫我幼稚园进前我唔知目睭看无是啥物因为收早但是在我幼稚园以后，我知道看不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所以呢，小时候我非常的非常的不准为什么是我，唔是别人呢？一直到大学3年的时阵，耶稣伊找到我，伊给我一个音乐的礼物，他还带领我来到伊甸，让我可以用我所学的，也就是音乐来服侍他。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可以让听的甚至我们说的唱的，我们都能够蒙神所喜悦。以下还有2位非常重要的同工要来介绍给我们在座的，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团长来帮我们介绍。有换一支哦，这特别哦。好，来介绍我先介绍我姓李，叫李继我。那因后壁这台语拢无标准的然后用台语叫我的名都李继我安尼啦我就讲歹势我就是上面一个五，下面一个口，叫无爱无家的无那我嘛是自细汉目睭都无看那我算是夜盲症。因为从小视神经萎缩，看这世界都模糊的。过去呢，在生活当中嘛有最困难但是我伫遐分享当中呢，会给大家做见证那我来介绍阮的破灶老师因为是目镜的，有看的，真有听心，嘛听主，愿意来帮助阮，不单是阮的练习还是阮每次要出国或怎么样，他都会协助我们一起在生活上面，还有我们的伴奏。他是一位专业的伴奏老师，我们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的林子成老师。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位我们的同工，那这次也是他来协助，因为我们的行政同工林贝佳姐妹，因为过年期间到日本跟她的家人一起过年，所以呢，她特别呢就是我们就请到了我们的徐成邦的夫人。也是徐成邦的太太，哇，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其实他跟我们视障朋友已经相处很久了，他一直协助徐成邦，不管在生活上面、工作上面，是他非常棒的贤内助，也是非常棒的姐妹。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严君宇姐妹，来，君宇好，感谢神。那我们下面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喜乐合唱团，我们要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就把我这支麦克风很特别的麦克风交给我们的，有了吗？有了。那这蛮适合我的来，这你先拿，谢谢。首先呢，要来分享第一首是轻快的诗歌，我要感谢上帝，感谢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站在这里，因为他不放弃我们，他带领我们，即将带领我们走过漫长的道路，走过高山，走过低谷，让我们看到数不尽的恩典。因此，我们要来开口歌唱赞美他。我要感谢上帝。我要感谢上帝，因为伊是怜悯，安慰我忧伤的心。伊有恩典慈悲，予我看见真光，赐予我人生的光芒。有时我真孤单，黑暗中伊来作伴，人生路途遥远，我拢无行。因带我，伊用爱扶持我，予我在我道路主照顾保护。我要
要感谢上帝，因为伊是怜悯，安慰我忧伤的心。伊有恩典慈悲，予我看见主我人生的毋捌。有时我真孤单，黑暗中伊来作伴，人生路途遥远，我拢无行。伊用对应怎我，伊用怪扶持我，予我知我道路主照顾保护。我要感谢上帝，因为伊是怜悯，安慰我忧伤的心。伊有恩典慈悲，予我看见真光，赐予我人生的毋捌。有时我真孤单，黑暗中伊来作伴，人生路途遥远，我拢无行。伊用对应怎我，伊用怪扶持我，予我知我道路主照顾保护。伊用对应怎我，伊用怪扶持我，予我知我道路主照顾保护。不管头前的路，前面的路是多么样的崎岖，那有上帝都能够陪伴我们。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圣灵的拐杖。那我想，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呢，我们用耳朵听。那不管是每一首曲子，在我们透过我们的口来传扬，来呈现。我想，不管是它的歌词，不管是它的旋律，我想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声音来传达，那是最美的。不管我们的外在看起来呢，可能不是非常的起眼。你看我们上面这4位，可能高矮胖瘦，像我瘦瘦小小的。但是呢，外表并不是那么样的重要，因为在上帝的眼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每一个人都是美的。所以呢，虽然我们的眼睛可能被蒙上了一块布，但是呢，朦胧的美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呢，不要去跟任何人去比较，不管是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的长相，你的外表，或者是你的工作，那个在上帝的眼中来看，都是每一个人最美的。接下来我们要分享这首歌曲《水无比》。水无比，水无比的顺声，顺声是上帝的声。水无比，水无比的顺声，顺声是上帝的声。我去水无比，我去比的顺声，顺声是上帝的声。水无比，水无比的顺声，顺声是上帝的声。水无比的顺声，是上帝荣耀的声。水无比，水无比，是上帝荣耀的声。我去河边点着你，我去河边点着你，我
你，欢喜和平点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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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袂点着你，袂点着你。好，感谢神哈，创造这么美的事物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下一首呢，我们要来为大家来献上的一首诗歌，叫《还列家所答应问土地》。还你的脚所踏的应允土地，耶和华拢要收赐予你。大日生活着行主的命令，主恩典拢要予你。还你的脚所踏的应允土地，耶和华拢要收赐予你。你着勇敢壮大，无地论的，主的确甲你伫地。着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也着爱听你慈悲。主所有命令，着用脚来实行。你行偌看，受事也听看。还你的脚所踏的应允土地，耶和华拢要收赐予你。你着勇敢壮大，无地论的，主的确甲你伫地。着行公义，生存人民谦卑，甲你的上帝同行。这是耶和华所爱的心意，咱着英雄来行。还你的脚所踏的应允土地，耶和华拢要收赐予你。大日生活着行主的命令，主恩典加大，主应允的者，着学路主耶和华，哈利路，哈利路亚。哇，感谢主！唱歌就爽诶，听歌的人有爽无？哦，感谢啦！听你的掌声就普仔声就知影。啊，毋过这普仔声毋是咱的，对无？拢是上帝，对无？阿门。所以讲呢，延续这个快乐的歌声、喜乐的歌声，接下来哦，有人讲好听呢，吼，水啦，吼。好，接下来我们一样来一首台语的诗歌，叫做。实在好听的声伫山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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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咱跑走团保护因脚步的声。有步向和平的心，甲是顺声，上帝管理，上
的管理，实在好听的声伫山顶，高门的人在出大声，要撒甲来吟诗。实在好听的声伫山顶，实在好听的声伫山顶，上帝要拯救伊的孙声。实在好听的声伫山顶，实在好听的声伫山顶，实在好听的声伫山顶，就是咱泡澡团保护因脚步的声。有保养和平的心甲是顺声，上帝管理，上帝管理，实在好听的声伫山顶，高门的人在出大声，要撒甲来吟诗。只有我伊，有着伊，上帝要拯救伊的孙声。来大声唱歌，来大声唱歌，唱歌唱歌，来大声唱歌，撒甲唱歌，撒甲唱歌，做声哦罗呀罗撒林啦，做声哦罗呀罗撒林啦。阿门，阿门。好，各位兄弟，他们唱的好不好听？有好听无？哦，拄啊，阮那戴珍吼，袂想要哦，话讲那要过年啊吼，大家遮欢喜的。哦，我听歌就是爱欢喜对无？哦，咱就爱对咱的心内充满着喜乐吼。那感谢主，你看阮拄啊，迄团员唱歌有看谱无？无对无？我甲你讲，若无看的人唱歌看谱，会愈唱愈离谱，你敢知？都是用安那。都是有听主的心啦，谦卑来学习。所以每一礼拜，咱拢有一摆的练习。每一个团员拢真辛苦，要对家己的厝坐捷运啊，坐公车到教会来练习呢。无一个团员讲埋怨讲啊，无看，搁要出门，无，因拢有家己的工作呢。有的人是 professional massage 上吼，有的人是街头艺术表演者。等下给大家分享吼，那继续就是我来表现啦吼。团长敢若坐伫下骹吼，我也是吼，哦，我感觉讲有一点怎么样？哦，嘛想要来敬拜咱的上帝吼。那我们今天这一团喜乐合唱团，我们堪称是喜乐的年轻团啦吼，平均年龄比我们另外一团哈，像我如果一站上去就把他们年纪拉高了哈。好，因为我是第一代的团员，也是创团团员。好，那我们这一团呢，平均年纪都很轻。你看徐成邦嘛，对不对？就说是怎么样，喜乐成立以后，对不对？那我们里面当中应该最年轻的有2位，像那个俊尧跟浩恩都很年轻。哦，那唯一比较跟我们差不多，但是还离我一段距离，就是戴真。哦，感谢主。来，大家知影我这支是啥物？萨克斯风吼，对，这支遮细支的，你看我摕遮细支的，我应该摕较大支的哈，比较适合阿邦说的高矮胖瘦，他指的那个胖就是我啦，只是我没站上来这样哈。来为大家演奏这一首哈，
这个大家知道我今天要吹的是什么曲子？那大家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都觉得没书下来。对哦，我跟你讲哦，你刚才一下这首歌是在什么情况写的？哦，人家说哦，是不是一种爱情故事？是不是在听主的时阵啊，跟神很亲密的时候写？不是哦，林牧师呢，他是牧师嘛，每一次呢，他牧师难免都会参加婚丧喜宴，对不对？特别是他们教会很多长辈，那每一年都会有长辈到上帝那里去，他就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每个长辈都好像很疑惑或怎么样？那他就写这首歌送给长辈，莫惊啦，上帝会牵阮的手啦，不是阮常常唱迄个牵阮的手，行人的路，对不对？我都觉得是走别人的路啦。我们牵耶稣的手才是走我们的路，对不对？行上帝手，这是行咱的路啦。那行你牵别人的手是行别人的路啦，所以我们要牵耶稣的。所以我常常都唱，牵阮的手，行别人的路，对不？我们来唱这首，我就唱这边，牵主的手。所以我下面就来吹这首黎牧师为了他们教会长辈写的。他自从写了这首歌，长辈离开都很安详哦。伊怎样，无论伊去倒位，上帝拢会牵伊的手，所以伊有平安，伊无惊吓。来，请同工帮我放一下伴奏，谢谢。
谢谢啊。好了，这帮我拿。好，谢谢。好，不用。好，感谢主哈。今日阮的伴奏有影真辛苦哈，平常时坐伫遐伴奏就好啊。今日呢，因为要带我们要一起服侍，还好今天我们的君怡姐妹她随时候补，有需要她都会帮忙哈。其实这些朋友都是因为跟我们相处久了，像金宇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怎么样协助一些视障朋友在音乐方面、艺术表演方面。协助的，最后就成为我们视障朋友的老婆这样的哈。那我也希望以后子成也是协助我们，以后他老婆也是我们视障朋友，开玩笑哈，上帝祝福他。好的，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什么主题呢？叫做同心同行，当心当行。对，小朋友都有当心当行哈。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四位不同心，就很难怎么样同行。对一点目睭无看的人来讲，若无同心，要安怎行？一个要行东，一个要行西，无一个人要行同一个方向，好势起来，可能想法、做法拢无同，看起来相像，但是意义拢无同。今日阮会说同心同行，就是因为啥？因为阮拢明白耶稣。我的心拢互耶稣的疼，耶稣的恩典拍开，所以因为耶稣的疼，上帝话语，互阮看见上帝观念。伫社会来讲，伫这世界来讲，阮是一点目睭无方便，可能伫生活当中有最困难的人，但是因为上帝权利，上帝开啦，互阮会当向前行，毋免惊，所以。咱会当倚靠上帝，上帝是听咱的。所以，我们看今日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几章？第2章1到12节，内面是安尼讲的：一个变水重度瘫痪的人，想要来见耶稣，但是伊袂当行对无？毋是一个人去背来的，是用4个人扛来的，安尼较比较省力。开不讲加忝，但是4个人搬来就很有问题了。对，你看见哇，耶稣讲道的所在，分享的厝内面甲外口拢是人啦，我都离去啊。那伊这4个人有无同款的想法？哎呀，无可能离去啊啦，转去啊啦，无可能的啦，哎呀，这可能今日无机会啊啦。那有一两个人安尼想，可能今日这个。重度瘫痪的都无法得到医治，为什么？这应该加上这个变水，为什么因会当得到耶稣的医治？甲耶稣的下面，同重要就是这5个人拢有听主的心，相信耶稣有权利。耶稣的开咱进入到这个变水人生命当中，不但越罪会当下面，伊的身体嘛会使得到医治。所以你看，因就是有听主的心啦，有听主的心的人都有智慧啦，对不？因为有智慧，因为有爱主的心，才会看见这个重度身心障碍者、瘫痪无法度行的这变水人，看见这些人的需要，这4个人将这个变水人的需要当作家己的责任。各位兄弟，咱要传福音，若无将你厝的人、你亲戚朋友，将伊需要福音的这款的生命，当作你家己的责任，你传福音可能你都有障碍。我们跟家人传福音，通常都是障碍。如果你今天把他们传福音的这份心当作自己的责任，因为耶稣要离开这世界，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无论是你的亲戚五杂，还是你的朋友，咱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将福音传给需要的人。咱要真做基督精兵，有人讲，哎呀，我韩文讲话；有人讲啊，我唔知要安怎传福音。
各位兄弟，传福音真简单。那你有好的生命，你有好的见证，传福音不是用嘴，不是用你安那外交讲话来传福音的。传福音同重要就是你的生命，生命影响生命，让人怎样被你的好生命吸引，让他借由你的生命，亲自去被上帝的爱摸着。阮四个人，那有人要来甲我们传福音，耶稣听你啦，甲你讲，那不是我们亲自被上帝的爱摸着。我早就讲啊啦。耶稣无听我啦，什么耶稣听我？那耶稣听我，那看无的那不是你，那是我。我哪遮衰？我自细汉，我细汉人甲我传福音，我都是定定安尼讲。传道嘛安尼讲啊啦。那今日你无看，我看你敢会安尼讲？耶稣听你，无可能啦。后续真侪传道唔知安怎跟我传福音，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我，不会因为我这样子拒绝他们，他们就放弃我，而且更加的爱我。所以我今天能够站在这，我是因为在爱里面被上帝摸着了。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把我生命得救，我所要福音当作伊家己的责任，当作他们团队的责任，所以他们不断的跟我传福音。当我需要的时候，他们在我身边；当我觉得内心忧伤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远离我。弟兄姐妹，可能你很难想象，我的家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细汉时阵。因为我爸爸是军人，常常在底下话，领导手续，安尼啦，伫厝安那个军事教育。那我妈妈是什么？我妈妈是很正面的啦，每天都是喝酒、马拉松这样子的啦。所以我不知道她怎么会跟我父亲结婚这样子哈。然后呢，就生下了一个这么聪明的我这样。但是很可惜的是，我3岁那一年，被我的父母发现，这因为囝那怪怪。逐天出门拢去弄电刷条啊，无就是拉去水沟内底，讲我可能是很调皮啦，就把我送到医院去检查，可能我是头壳有问题。医生检查以后讲，问讲，弟弟你叫什么名？我讲我叫李继武，我爸叫李永斌，我妈叫李宋金菊。这巧的，恁兜电话我兜电话的，电话卖讲啦，主机嘛卖讲，爸爸妈妈讲袂当讲呢。我讲，那医生检查咪讲，李先生、李太太，来，恁两个来，你来，叫伊来咧。我跟你讲，恁两个上细听的，你的囝食巧，有问题的不是伊，有问题的是恁两个。我爸母就讲奇怪，是伊啊怪怪呢，那是问题是阮。你把你的孩子带到眼科去检查，就带到眼科检查以后。诊断出来我是患有先天性的夜盲症，加上我的视神经重度萎缩，几乎只有光觉，看无啦，所以常常撞到电线杆，掉到水沟里。细汉我的生命，我的命运就安尼呢。那就我以前细汉时来讲，这款的命运对我来讲真无公平。为什么今日无看？不是我隔壁，阮厝隔壁迄个姓王的。那不是我这边的，迄厝边迄个姓林的，都是我姓李的，那这无公平。我虽然都一天怨叹，这命运对我来说这无公平。但是怨叹阁有啥路用，对不？无人听啦。一当准特殊教育、医疗什么都不好。最好我的结果是什么？我的爸母唔知安怎照顾我，就把我送到孤儿院去。我伫细汉就在孤儿院成长所以我从小是很抱怨的，没有人看见我内心的需要，没人知影我内心的痛苦。但是我今日会当徛伫遮真做一个传道人，都是因为上帝听找到我，伊牵我的手，不是行别人的路伊牵我的手行上帝路，上帝路是安怎？充满稳定，充满温暖。我跟着别人走，我会害怕。很多人他们用同情的眼光看我，可是我跟着主，我有尊严。我今日就无看上帝愿意来使用我呢。各位兄弟，你看阮4个人徛伫遮，加上我5个人，拢目睭无看的人，上帝使用阮呢？目睭无看的人，成做上帝福音上帝福音合场上的宣教士。
希罗合唱团1985年成立，都请求阿邦贡，他1985年出生。我们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37年，而且去过的国家去宣教超过50个国家。咱出国，我们出国都免开家己的钱呢。好，爱电的同工都遮羡慕阮的，讲啊哟，恁用啊真好呢。好，但你出国拢在清水水，领薪水，搁四处看风水安尼啊。我就讲目睭无看，看什么风水啦？阮去好赛主的啦。唔是要出国比赛嘛，唔是要出国佚佗啦，咱是要出国宣告，将上帝福音分享，好，咱台湾伫世界最乡亲啦，阿门。因为他们在国外，他们很孤单、很寂寞，但是听到喜乐的歌声，哇，咱踏着上帝应允的土地，无论伫倒位，拢有幸福。各位兄弟，今日阮徛伫遮，毋是希望大家在座爱看见阮是一点目睭无看的人，感觉啊，有影是因死的人，遮勇敢的，遮有疼心的，愿意为主做工，目睭无看，拢愿意来服侍主。这毋是重点哦，毋是阮目睭无看，希望照着阮死的人徛伫遮，拢是目睭无看的人，照着阮的敬拜，阮的分享。对阮的生命当中，看见伊会互阮会当看见的全能的上帝，阿门。迄上帝同重要，毋是阮世人。阮世人毋是来分享爱典嘛，毋是来分享伊典的，阮是要分享上帝观念。所以合一看见需要，且能够显明见证神的恩典。所以很重要，第一个要学习的。学习这4个人，因为他们合一看见需要。因为这个4个人同心，也同心，他们同心在哪里？不是伫听他们的爱身上，他们是同心在基督里。他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他们有爱主的心，就有爱人的心。我们喜乐合唱团，我们同谁的心？我们是同团长的心，我们是同伊甸的心，我们是同基督的心，阿门。我们与基督同行，我们才能够怎么样看见需要，且将这些人的需要当作阮喜乐合唱团的责任，要将福音分享给需要的人，见证上帝所做的。第二个，咱要来学习的功课是什么？以爱化解爱。我们看这些人。他们很聪明，对不对？把这个变水狼抬到屋顶上，拆了一个屋顶，好，就把这个人连褥子坠到耶稣面前。那其中有一个是我，好，他们不用拆屋顶，好，对不对？直接把我放上去，屋顶就垮了，对不？嘿，我瞧100多公斤呢，哦，姜愈肥呢，所以感谢主。你看，他们很有智慧，把他接到耶稣面前。耶稣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医治他还是什么？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下面很多人他们是盲目的，很多是文士，很多是法利赛人。一讲，这个老师是在讲健忘的话哟，赦罪敢若是上帝才会使做的呢？你是一个教师，你是一个宣教师，那会使赦免人的罪呢？所以表示什么？坐在下面的人，他们看不到弥赛亚已经在他们当中。所以，阮今日希望在座每一个兄弟姐妹，对今日阮的服侍当中，你会当对阮的服侍证明看见一位全能的上帝，上帝即马都伫遮，阿门。不是刚才看到5位帅哥，你要看见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有神的柔美，服侍神的弟兄都是最帅的，服侍神的姐妹都是最美的。来，你跟你旁边人说，服侍神是最帅的，也是最美的，好吗？来，感谢主，所以我们都要来服侍神，以爱化解爱。然后怎么样能够以爱化解爱？就是要对主有信心啦。这4个人对主有信心啦，所以怎么样？看虽然这厝内面、厝外口拢是人，不会被这个现象怎么样蒙蔽了他们的爱心的眼。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信心，且改变
这世上人的谎言。很多人都讲，你知道我细汉时阵啊，医生啊嘛明明跟我讲，哇，你刚才你想怎无看，都是因为啊，你的视神经萎缩啦，你的目睭破白啊，所以你真最无看的人。好，不要紧，目睭无看，你的耳朵、嗅觉、听，还有你的味觉、你的触觉，会比一般人更敏锐。我讲这有影哦，好，我常常听人的脚步，我就知什么人来啊。我闻到这，哦，这是哦金鱼来啊，吼，这香水是伊常常抓的香水。这阿邦来啊，哦，咱无洗身躯的味安尼吼。哦对，阿哥，阮的感觉呢，我们走着，头前有一个壁，那你无看，你一直去弄着壁，但是我会感觉讲，头前刚刚有物件，所以我们的额头这边就像蝙蝠一样，我们经过一些地方可以感觉空间的变化，所以我们的感觉、嗅觉、听觉、触觉都非常的敏锐。所以感谢主，我们当中神给我们，你看，像我们的浩恩跟我们的阿邦是非常杰出的街头艺术表演者，而且我们的阿邦呢，自己还出了2-3张的专辑，自己赚钱的，自己在街头演唱，然后自己赚钱，我自己在几年前就买厝啊，又自己出唱片。你看，闪闪的、落落的，但是上帝给伊稳定，祝福遮大，搁给伊娶水某，这听伊的水某，虽然会打喙鼓。但是呢，愈打愈烧痛，不是烧病哦。所以感谢主，这是上帝稳定。看我们浩恩也是一样，服侍神，神祝福他的生活。伊嘛有一个真水的女朋友哦，吼，这嘛这悬呢，那唔像阿邦安这落的安尼。感谢主，上帝给我们非常敏锐的耳朵，像我们的俊尧弟兄，神给他很敏锐的听觉以及音乐性。所以他是一个他可以算是很棒的一个后制录音师，就是我们所谓的 engineer， 就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就是从事声音的工作。他会录音，会编曲，会作曲。这个嘛就无看人用电脑呢，电脑我敢若知影是会经安尼偷盗啦，但是伊用电脑来编曲作曲呢，无看人呢。所以等下伊不但是编曲厉害咧，你叫伊伫台顶跳舞，伊嘛才搞跳舞呢。这我讲的。所以感觉讲，我每一个人拢有上帝文书。那我可以算是俊尧的前辈。我大概在将近30年前，就是台湾的第一位盲人录音师，对不对？上帝给我的恩赐，我在国家音乐厅、各文化中心去帮一些合唱团、帮一些乐团录音。你看这个吧，就无看的人哦。但是我们录音的品质不会输给别人。我也在电台、中广很多的电台主持节目，把人拢爱看时间，我唔免啦，1点钟到的时阵听就没有，后礼拜咱空中再会，拄好时间到，咱唔免看时间的最有的真多目镜的人看时间阁超过呢，我唔免，今日时间到啊，咱期待再相会，对不？好。多好，时间到，对不？那个时候从事广播主持人，感谢神，这些不是荣耀我们。我在这里不是在见证说，哎呀，你看我们团员多么的厉害，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所做的，和我们看见上帝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荣耀主耶稣奇妙的爱，奇妙的作为，阿门。不是在荣耀伊甸，我们拍手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来，新的一年最重要的功课要学了。第3点叫看不见的看见。哇，这功课很难写。你讲，李传道啊，看无就看无，还有什么看不见的看见？有影哦，我们都看无，但是我们看得见，因为我是用心来看这世界。那你要看这，如果你想要有这样的能力，看不见的看见，你都要学习用神的眼光。那你用上帝眼光来看，你才会使看见人生命中的痛。我们看人的外表，如果你用神的眼光来看，都看约翰福音第9章，不是有一群学生
啊，看到路边有一个出生就目睭无看的人，伊就问耶稣：老师啊，这个人啊出生目睭就青眉啊！来，老师你讲哦，到底是伊有罪，还是伊的爸母有罪？奇怪，他的学生都很喜欢问他这个事。那耶稣安怎讲？唔是这个人，唔是这个人有罪嘛，唔是伊爸母有罪。那是要照着这个人，这个目睭无看的人，伊的性命做什么？显明上帝所做的。阿门。今日我徛伫遮，唔是阮外教呢，都是上帝恩典照着阮的性命，显明上帝所做的。阿门。所以咱爱对上帝有信心啦。莫讲拄着困难，拄着一寡障碍，就开始退缩埋怨了。我们要越挫越勇。若有困难、忧伤的时阵，来到上帝面头前来祈祷，唔是祈祷，那逐工来头个月句。所以你看《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安那对众人安那讲，他说：“众人听我讲。”我是世界的光，凡攻成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必要得着什么？不是红包呢，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如果我们生命没有神的光，那我们的生命随时会被很多很多的事物蒙蔽。如果你有生命的光，你有来自神的光，你不会被蒙蔽，你会在最软弱的时候看见神的提醒和作为。阿们。所以我们要学习看不见的看见，就是以神的眼光来彼此相待。最重要怎么样？如何得到神的眼光？就是每天以谦卑温柔的心领受神崭新的话语。阿们。每天都要以谦卑，不用谦卑温柔的心读神的话语。为什么要谦卑要温柔？就是要你有耐心的细心的去咀嚼神的每一句话，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着亮光。当我们愿意在神的话得着亮光，我们就会怎么样？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有爱众人的心，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蒙恩。阿们。我们蒙恩不是因为我们爱人，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然后我们耶稣不是叫我们给我们新的诫命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且爱人什么？如己。这样子我们才会因着耶稣蒙恩，因为我们遵守耶稣的话。阿们。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两大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所以唯一学习的就是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们才愿意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第二个，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要常常在神的话语上面得着生命的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分辨是非善恶，我们才能够见证主名。最后是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的根基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因为神给我们的诫命就是要彼此相爱，因为圣徒彼此相爱，我们就因耶稣蒙恩。阿们。所以新的一年好不好？让我们来学习。第一个功课就是第8人的需要顶面看见自己的责任。第二个使命是什么？我们要以爱化解爱，以上帝的爱化解我们彼此之间的障碍。你想想，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朋友，还有没有化解不开的障碍？你用上帝的爱去包容他。最后，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用神的眼光来彼此相待。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得着亮光，我们才能够真正学习到彼此相爱，以至于我们彼此相爱了，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就会因着耶稣基督蒙恩。阿们。好吧，新的一年让我们来彼此学习，把今天的这一篇道送给大家。一个目睭无看的宣教师传道人底下给大家分享不是很容易，你们要听到盲人唱歌或是盲人传道人来分享，真的不容易。那么是上帝恩典，今日阮袂当徛伫遮，甲大家分享见证上帝恩光，所以咱爱珍惜，而且要把今天所听到的分享给需要的人。感谢主。那如果说你想要继续了解我们的事工，愿意成为我们的代祷勇士，
我们有脸书跟 YouTube 频道，您当我会后也可以帮我们订阅，随时关注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们不是要做网红，我们是要做神的基督精兵，阿门。所以待会你可以在打开 YouTube 或是 Facebook 搜寻“一起喜乐”，伊甸园的伊，整齐的齐，喜乐这4个字，上去看圣灵感动你的话，你就订阅，常常看到我们的。如果我们 YouTube 说怎么没有更新了，是不是他们太忙了？主啊，求你给他们力量，他们需要有更多的生命见证，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脸书我们的服事状况，为我们喜乐宣教团队祷告，因为你的祷告才是我们宣教的动力。社会福利，人们彼此或是无障碍环境，虽然可以改善我们在宣教的行动方面的障碍，但是你们的代祷却是我们对宣教信心的来源。阿们。我们一起彼此代祷，我们也会为我们台南大桥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代祷，希望神就和咱的教会，和咱的教会真做兴旺福音的教会，和咱的教会真做福音的出口，和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拢真做基督精兵，逐天好打为主来传福音，好不好？感谢主。最后做个比喻，如果教会要成长，不是跟他靠无书啦。那靠无书怎么样？一个人没有办法照顾到全面。教会的成长是弟兄姐妹的责任。如果我这样做比喻，教会就像一个牧场一样，牧师是牧羊人，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羊。请问，是羊会生羊，还是牧羊人会生羊？当然是羊会生羊。你给牧羊人，牧羊人只会生小孩啦，对不对？只有羊会生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在基督的这个禾场牧场上面去生养众多。这个生养众多的动力就是去传福音，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兴旺，不是兴旺这一个 building， 不是兴旺我们的人数，而是兴旺福音。阿们。教会人数多了，就表示信耶稣的人多了，信耶稣的人多了，就表示福音被兴旺了。阿们。所以记住，牧师只会生小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才会生羊。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歌曲，愿意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也带不多，真的，我们带我们的创作 CD 真的不多。那讲后天，里面是我们的作品。等一下，大家真的愿意支持我们工作，一定要眼明手快，要不然等一下我可能要限时间来抢购这样因为今天带的不多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来祝福大家的，不是要来义卖的。我们期盼新的一年喜乐的第一场聚会，就是要带来满满的祝福。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弟兄上帝，我感谢你，今日早起你带阮喜乐教团来到你的圣殿当中，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你。在阮献上阮的感谢，本地阮是一点伫生命当中有障碍的人，可能伫心内无信心的人，但是因为你的疼，互阮行出黑暗进入光明。你互阮真做基督精兵，真做你的宣教士，伫台湾、伫世界为主来做见证。全我嘛将这款的祝福、稳定，求你嘛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因嘛会使有勇气，真做基督精兵，为主来做工传福音，嘛祝福咱的教会，真做福音的出口，帮咱多人来明白上帝。阮献上阮的感谢，今日阮从自头到尾用光来归恩你，听阮众人伫你的面头前的祈祷，阮安尼写阮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咱拍拍用光归恩咱的上帝。来，最后好酒伫暗地咱都知咱有一个同款的，咱的共同的朋友是啥物人知无？耶稣好不好？咱最后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好不好？那我们要唱《季后朋友就是耶稣》，好不好？好来。来，好，麦哭泣样，麦哭泣样 ，OK， 好。
咱身边。有份心烦恼，也世是姊妹半途，黑暗行遐是面包位。咱要永远相信主的光照咱，照遍咱的路，伊的应听上使你甲我。咱若行伫歪车的路，耶稣会来引带，咱着跟对伊的脚步。咱的所行所做，伊要引带咱，永远是咱独一最好的朋友。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做挂甲烦恼，你敢唔通惊遐世事，万事伊拢会看顾。咱若困着伊的声命，伊会用听来保卫。最好朋友就是耶稣，伊永远在咱身我们现在一起来唱好不好？来，这回来哦。来，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咱当作我甲烦恼。耶稣要看咱的手，伊听咱的罪，伊的永远伊拢会靠咱。咱拄着试验的时，伊的声命，伊听来保卫咱。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最好朋友永远在咱身边。一起来说来，信耶稣，信耶稣真正好。最好朋友耶稣，因在咱身边。哈利路亚！哦，来吼，咱今日的敬拜吼，都要到家哈。那觉得听不过瘾哈，请牧师下次再请我们来，好不好？哦，我们每一个团员的见证都不错哦，啊，可以请他们来做见证，好吗？好，那如果真的喜欢我们的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者待会真的我们今天带不多我们的 CD 哈，有 USB 的，有画册的，有普通的这个 CD， 真的不多哈。那我们期盼大家都能得到这满满的祝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谢谢。好，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欢迎他们哈。好，这个时阵吼，牧师嘛要邀请咱这个是要做伙来奉献。这个奉献呢，咱手边拢有这个咱的周报内底拢会夹一个奉献地，咱做伙用关心、用感动伫新春的时，我相信咱每一个同工吼，包含牧师阮拢真欢喜。阮毋是无服侍，是阮带着，咱拢做伙带着，今仔日亲像李弟兄，甲咱做伙分享传道伊甲咱分享的，咱着爱做伙同心佮同行啦吼。嘛求上帝会当来做伙来祝福。伫伊的教会，诚做一个同心同行的教会。咱这时，请咱做伙来备办心，做伙来奉献。咱今仔日等下吼，因为因讲早无几地吼，请问团队，咱是早几个会当？是。咱若有感动的吼，咱会当看即个将咱的即个奉献地伊后壁面相关的资料先用手机甲伊翕起来，吼，会当继续甲因关心。咱头拄有即个YouTube 的频道啦，吼，咱知影这 YouTube 的频道，它是透过点阅率，透过更多的点阅，透过更多的关注，那我们可以来关怀，那也可以分享。我们现在 LINE 里面有很多传作者。信息吼，拢是有当时拢是欺骗的吼。但是我感觉讲，这个物件好的物件，音乐咱会当互相分享，伫听因的诗歌的中间，咱彼此会当得到关怀甲祝福。这是咱做伙起立，咱来做伙来做奉献的感谢。好，咱做伙来，做伙来吟奉献的诗，奉献感谢就好。好，来，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
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你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坐。咱等下若有感动吼，咱会当落去的中间会当看咱的招待的所在，有即个因的即个 CD 吼，咱拢会当来甲因购买甲支持。牧师来补充报告。咱今日真欢迎吼，咱爱电喜乐合唱团因的分享甲音乐的分享的见证，咱搁一摆抱啊声，甲因说多谢，真欢迎因，多谢您，真多谢您，请坐，请坐。真的很高兴哈，真的很难得，今年的新春礼拜也在礼拜天，然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刚好度过最长的这个新春节期啦哈，所以呢，我们在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聚集用音乐，然后跟大家分享，我想这是非常值得，也非常受祝福的。那牧师伫遮呢嘛来甲咱报告哈，咱伫2月2日，咱要举行会员好会。咱请咱的小组长甲队长以及牧区遮的负责人，咱会当三甲将咱相关2022年的施工报告，甲2023年的施工计划，咱会当陆陆续续将这资料，互咱的治安弟兄吼，咱来以便咱来制作咱的会员好会手册。另外，咱因为即摆疫情也有无共款的变化，嘛邀请咱每一摆进入教会吼，会记得咱拢量体温啦吼。如果你本身身体无介爽快，咱会当先踮厝里来观看咱的教会直播影片就好，来做礼拜。嘛邀请咱会记得勤洗手、酒精消毒，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这真要紧嘛，甲咱提醒。另外，咱伫教会伫新的年，牧师嘛要邀请咱咱伫2月份开始2月底的最后一礼拜。咱就要正式开始咱的新家人关怀行动拄仔咱的李团长甲咱讲传福音牧羊的人牧者教会要复兴，这个禾场要生羊是啥？是咱羊仔来生啦毋是牧师来去生啦所以上重要是牧师会当甲咱做伙陪伴，咱做伙会当来学习，咱要安怎样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想安尼咱的教会较会健康，较会臃肿嘛真期待今日我嘛对这个李团长听到讲哇，伊是一个广播的这个主持人这是真正上帝互因的恩典，互因虽然目睭无看见，但是因的心是看见的，看见上帝互因足水的恩典。牧师嘛真期待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今仔日领受一个足水的福音，就是你会当看见你心内迄个无看见的，通过这个福音。定心得到一个新的愿望，嘛祝福咱的家庭祝福咱家己的生命所以伫遮牧师嘛要来介绍咱今仔日来的新朋友第一位是咱这个秋月菊姐妹咱拍婆甲伊欢迎欢迎伊请坐，请坐。伊住伫这个咱古地这安康里活动中心后壁面迄个地行啦地行的头家娘敢是欢迎你来真欢迎你来另外一位是这个杨金惠姐妹欢迎你，上帝祝福你欢迎你，请坐，请坐。咱每一摆咱伫礼拜中间咱拢会当有即款的真美好的关系，就是咱会当带咱的朋友亲人做伙来参加咱大桥教会。咱大桥教会虽然伫遮要搁咱刚刚刷来这个所在，当2冬的时间总是上帝嘛带领咱，互咱真丰富的恩典通过遮个中辍的孩子，有真侪要佚佗拢无要读册的囡仔，因开始行入教会。我相信咱大桥教会会不断有新的元素、新的人，但是咱需要有搁较侪做伙同心
来关心这兄弟姊妹吼。所以嘛，邀请咱咱伫新的年，咱有一个新的愿望，嘛求上帝大大甲咱引带甲带领吼。这个时嘛邀请咱做伙，咱因为即马疫情关系啦吼，咱做伙来坐咧吟就好，咱来唱即个听互咱自己做一会好无？好，咱做伙来吟即首歌好无？听互咱自己做一会，我看 OK， 来，咱的抒琴来弹啦吼，歹势，来，咱做伙来拍谱啊，咱做伙来，咱头前后壁边仔的兄弟姊妹吼，咱家请安，家讲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哦吼，来，咱做伙拍谱啊，来。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再做一个，听互咱自己做一回。这个时牧师要来，甲咱做祝福的祈祷，咱做伙起立。愿主你的听，通过今日。爱电合唱团因美好生命分享甲见证，互阮认捌到，阮的生命爱甲主你同行，毋若同行，阮的心就爱甲主同心，才有法度同行即个属天受祝福的道路。求上帝你嘛赐互阮同心，毋若领受即个生命的真理甲福音，嘛通过今仔日因的团队甲李传道。因所分享的信息，也互阮认捌，阮生命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来为着阮来死搁活，带互阮的生命真实的福音，是用听、用关怀、用付出生命的代价。阮相信上帝你使用阮、呼召阮、引带阮，会当同心，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称作好搁尽忠的罗卜。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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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密道。咱做伙吼，因为咱教会人数无济，牧师邀请咱吼，因为新春礼拜的时，咱有几位兄弟伊无来到咱中间，咱今仔日做伙来看喜乐爱电合唱团，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拍张照片。